港鐵沙中線呢個地盤發生兩宗意外，一個工人死，另一個就危殆。一個50歲工人下晝3點幾喺紅磡沙中線地盤一個近岸海上平台工作嘅時候失足跌落海，由同事救起，送到伊利沙伯醫院之後證實死亡。港鐵對於有工人死亡表示深切哀悼，已經連同承建商聯絡死者家屬提供協助。港鐵話涉事嘅承建商五羊中國建築聯營有提供救生衣俾工人着，而工地亦都有圍欄。而到挨晚6點喺附近一個地盤，由另一個承建商米頓亞洲請嘅54歲工人收工嘅時候走向地盤閘口途中暈低。對於兩宗意外，勞工處話正係調查原因。工業傷亡權益會話應該加強工人嘅安全裝備。最主要佢哋都係話即係地盤裏邊嘅有陣時啲安全措施唔足夠啦，又或者係即係復工啦呢啲咁樣嘅情況，嗰個承辦商咧係有個責任咧即係提供一啲防墮嘅措施嘅，即係包括即係安全帶啊、獨立救生繩啊，就係防止即係個工作台出現咗啲咩問題嗰陣時候，個工人係唔會直接即係墮地或者墮海引致到佢傷亡。針對酷熱天氣，當局有指引提醒僱主需要就工作環境進行風險評估，預防僱員中暑。